詩篇38:12節，因為到我嘅平、我嘅朋友、我嘅親戚、我嘅牧家人，攏總冇來看我，攏總冇勸前我，攏總審我。嗱，聖經有人講啊，但係冇費心。呢個詩篇27:10節咁樣講是家啲，雖然是家嘅爸爸、是家嘅媽媽變係是家，但係上帝分養十字架。嗱，十家不到平，十家冇人看顧เพชรเด็ดนั้น親戚朋友บุคคล人攏總審十家，攏總冇來看十家，但係限於十家，主在耶穌基督方面，佢來兩十十家，佢唔是離開過十家，唔是變係嘢，但係佢有人十十家นะ，但係佢按看顧十家นะ，但係佢按寫十家นะ，因為到呢以賽亞書43:4有人講到。因為到十家在上帝十分上等，佢寫十家，佢榮耀十家。嗱，即係有人十家冇費心、冇手、冇腳，還有上帝寫十家，人人可以變係十家，人人可以離開十家，牧家人攏總可以變係十家，唔寫十家冇嚟看顧十家，但係上帝分養十家。跟當喺禱告，本人不到平嘅，攏總用直接咪講咧，咪就單到平嘅。主耶穌你照顧，你看顧，我相信你唔是離開過佢，佢單冇就平通，嘛個平通嘅嗬，你奇妙小眾，你做新家問佢，你支持佢，你恢復佢嘅平，嗱會要你長方便嘅，上帝嚟祝福，新家發生，係一個身體，嘅身體得到健康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